在柳园八翁区这边是一个弱农集中区，那长期肥水跟堆肥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的弱农，还有我们当地附近的居民。那我们一直希望说这个东西可以做一个有机的好好的处理。刚好这个契机呢，跟台语八翁合作，那我们在这边做一个资源化处理中心。那未来呢，我们牧场所产生的牛粪呢，就会直接到集中处理中心这边来，包括那些水分一样会运送到处理中心来。那这个好处就是说，我弱农不需要各自的去处理我的自己的堆肥，还有我各自的水，直接委外交由台乙来处理。那台乙它经过沼气发电了以后呢，这些肥分呢，水的部分它一样可以去做浇盖农地，做完浇灌以后呢，去种植牧草出来。那我们弱农呢，又可以有新鲜的牧草。弱农的问题，引进私人企业的技术跟资金，来共同努力，政府来补助，创造一个多赢的一个共同形式。这个不再是我们单一的问题，是大家的问题，大家努力来做啊。这个在我们这个安场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现了哈。这个处理中心完工以后哈，那么正式启用哈，对我们柳营区哈，整个八翁地区哈，整个污水跟空气污染哦，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忙哦。尤其哦是集水溪的目前哦高污染的情形哦，一定会改善哈。那么我们这一次第一期的工程有21家的畜牧业者会进场将来我们第二期大概有将近还有23家会进场，希望二期在大家的努力之下可以如此赶快来完工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全台湾第一座，也是台南市第一座台乙八翁我们禽畜粪料资源转化中心的一个启用。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而且化不可能为可能的一个工程。为什么？因为过去在八翁弱农区有许多因为弱农畜牧业的关系，所以说畜牧废弃物的排放，而造成地方社区跟畜牧业者有一个关系紧张，而且造成环境的问题。那经过环境部的全力支持，那台南市政府跟业者一起努力，然后成立了这家这个畜牧粪料处理中心，能够把这个畜牧粪料集中化垃圾为资源而且变成是个绿色能源，不仅增加了经济上的诱因，也让环境的这个损害降到最低。将来看到我们排水沟更干净，看到河川更干净，这已经不是梦。那也希望借着这个机会，作为一个全台湾的示范，我们不仅是有干净的这个环境，而且有非常好吃的畜产品，更有这个干净的能源可以使用。这是一个各方面都多赢的局面，不仅政府赢，然后业者赢，环境赢，然后农民也赢，居民更赢。你好，是顾家，欢迎收看9月4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台南市公共自行车优拜2.0对去年启用以后，不到当半时间，就提早突破500个站，有超过500万使用人次。所以，市府交通局欢喜向市民报告这项好消息，嘛表示日后将加速扩充，预计年底大台南每一区拢有站点。台南自行车公共化主要是市长黄伟哲任内并大众运输最后一里路政策，特别优拜2.0，去年2月启用服务无到当半，已经提早完成500站，突破500万使用人次的目标，嘛显示市民甲游客拢相当意外。特别伫政府甲民间合作，嘛互优拜成为城市上水的风景之一。U-Bike 的进来，其实让大家能够做更深度的旅游、深度的拜访，所以不论是历史古迹或者是店家，大家都到得了了，不用担心车子去开到边啊的人啊、厝啊。
高雄局长为了向市民甲全国游客报告这个好消息，并持续扩充服务，透过记者会嘛提出113年底将克服万难，达成大台南3市区拢有站点，甚至114年底突破1000万人次使用的后一阶段。公营部门的这个单位的协助底下，他也愿意无偿的，尤其是学校很多的大学都愿意来无偿的来提供土地让我们来设立。那当然设立之前，帮我们探寻需求是各位议员协助我们来把这些有需求的位置找出来。后续我们还有125站的设置，以及加入1200辆的一个自行车。那希望我们目前37区已经有34区有所谓的 U-Bike， 也希望说透过后续的这125站，能够做到37区都有所谓的 U-Bike 的一个站点，让它整个自行车的公共化能够扩及到台南市每个角落。高雄局表示，想要知影台南 U-Bike 2.0伫倒一搭有站顶资讯，会当到美笑单车官方的网站来查询。嘛，欢迎大家好康到小报，互 U-Bike 成为台南日常甲观光的一部分。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今年台湾文化创意博览会首次刷到台南举办，文化局打造8只大型的充气吉祥物，吸引真侪眼光。不过因为这摆活动拢集中伫溪南，所以袂少溪北地区的民众希望争取展览的机会。对此，文化局表示，后续展出的地点也在讨论当中，一定会做出通盘检讨，发挥上大效益。在公车关的巷仔鸟，尻川翘翘拍第321项。今年台湾文博会伫台南，文化局策划概念展区，结合主展区，总共吸引62万人次。其中这只鸟仔功劳上大，连副总统萧美琴看了拢非常介意。我来到台南袂当袂看到巷仔鸟，那这只猫还是有麒麟尾的，那也是去到现场才知道。不只是我们有很多的文化，那我们在台湾很多的生物，也有它在世界迁徙的历史。以台南的大街小巷做设计，身躯顶还佫有镶存鸟翅啊、含波浪线条，代表府城的意象，出现伫市区的无同景点。也毋过有人讨论，这摆展出的地点拢伫咧溪南，希望袂当去溪北。替地方观光做加分，只有1只是在我们的明治市政府，所以有7只集中在市区啦，所以我们西北民众就会想说，哎，好像比较无感。那也想到了这些文博会之后，是不是可以继续吉祥物再到我们到处来展出啦？就像之前的红球计划这样子，来创造一个不错的观光效应。巷仔鸟的魅力实在超乎我们的想象我们未来会好好的把它规划，让它变成台南市的吉祥物它会纳入吉祥物家族的其中一员。那我目前呢，的确是这8只猫猫8只的气球猫猫，后续呢，我们预估会规划在没有出现过文博会的场域。议员建议，亲像是咸水母庙、白河关仔岭拢真适合。文化局嘛会好好规划，让全台南市民拢会当看到巷仔鸟。另外，321项展区嘛保留着部分展景，配合10月份的台湾设计展。同时，园区内底还佫有修复工程正伫咧进行，后续技术之路以啥款方式呈现，拢有可能。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台南市中西区民权路、忠义路甲永和路交叉路口，过去叫做12大街，是自100公期嘅商业中心。延续到它，有关是府城传统工艺中心。这摆文化局嘛以介绍博物馆的概念，规划找手路的展览，要带民众来认识这个秀庄顶14间店家，相当难得。请启动！哇，咱看到咱的地图渐渐来打开啊！就是要带领着咱家的好朋友做伙来找手路。台南市文化资产管理处规划找手路展览，以5横为中心，延伸民权路一带历史上的12大街为主，展示府城的工艺文化。乾隆时阵的这个府城
这个城池图，你有看到讲，有花草街，有竹仔街，有帽仔街，有鞋仔街，有拍梯仔街等等。哇，一条民权路建做足侪无共款的这个物种的这个街路对安尼吼所以伊时阵清朝的时阵，哇，规个更加热闹安尼。含传统展览无同的形式，这摆要带民众走访14间具有代表性的工艺字典，呈现对手路的坚持甲精神。台南是一个一定程度以及这个历史文理很丰富的地方。那它如何在这个行动当中，我们去提醒大家一些工艺未来发展的可能跟现状。工艺迄个文化都是在地文化的展现，所以这是咱要互所有人去了解，来踅台湾。咱今年是工艺踅景，人在地；明年呢是工艺在地，人踅景的概念嘛展览到10月20日，期间除了有3场导览活动，民众也当前往8位串联展示点集中，沿路探索无同的传统技艺以外，也当收集到有特色的街道印记。台南新闻所发采访报道。华山爱心天赛站伫永康设立已经届满18档，因为服务真久，当地需要照顾的长辈身份嘛真多元。除了在地以外，也有泰国、日本加印尼等新住民。因为了庆祝18岁生日，嘛邀请无同国家的长辈准备因故乡的手路菜，互大家做伙品尝，场面相当温馨。华山基金会伫永康的爱心天赛站会当久久长长，我靠就是这群志工的小厅。所以伫18岁生日这天，站长嘛颁发专勤等奖状肯定。特别是该站因为服务真久，需要照顾的弱势长辈，除了在地以外，要来自泰国、日本加印尼等多元的新住民。伫桌顶摆满一道一道的料理，就是因故乡的手路菜。特别伫迎接中秋团圆的时，这好滋味嘛，互因所解思乡的情怀。来自泰国，这个是绿咖喱鸡，台湾人喜欢吃啊，在泰国去都喜欢吃这个，很好吃。我们的长辈就是来自各国不同的长辈，然后帮我们准备的他们的家常料理。那今天是我们永康一站18周年，那也是我们18岁的生日。那就是谢谢请长辈帮我们，就是一起分享说他们平常在吃的料理。会中议员朱正轩嘛到场陪伴长辈，甲大家请安，并亲切帮大家拟菜，感谢华山在地服务的价值。谢谢华山基金会常年照顾我们在地的山师长辈。所谓山师就是失能、失智、失医，我们的弱势长辈在华山基金会的悉心照顾下，那协助长辈呢可以得到我们一些社会的关怀，让温暖的阳光可以照进我们社会的角落。那我过去从助理以来，这样10几年下来，看着华山基金会一路在做我们的社会公益，也都被他们深深的感动。所以今天呢，身为华山之友不仅来到现场，一起来跟长辈们祝福中秋节快乐。跟着长辈一起品尝异国料理美味佳肴。那我本身也带了一些餐盒过来送给长辈，祝福长辈有一个佳节愉快。会中所有长辈拢食甲津津有味，虽然因离开故乡，不过华山就是因第2个厝，所有志工拢会持续陪伴，当作因厝内人同款。台湾新闻阮吉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6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为了温暖华山弱势长辈，国际西主会300亿湾区21分区有真济分花，共同捐赠400份中秋礼品来送予华山的长辈，希望赶伫中秋进前，互因感受过节的气氛。国际西主会3001湾区21分区的古都狮子会、仁爱狮子会、北门狮子会、永恒狮子会等分会，为照顾弱势长辈。
共同捐出大约15万的爱心物资，要来送给华山基金会400位适龄、失智、失医的长者。也因为接近中秋时节，基金会甲西子会特别伫南美里活动中心举办花灯彩绘活动，除了是应景时节，也象征点亮高脑希望之灯。刚才足久无举花灯，我若10单啊啦，从我出世到这个时阵，咱也就一间花灯。我们这次在我们国际狮子会21分区主席的带领之下，很感谢他们呢，可以抛砖引玉就是捐助了有400份的中秋关怀礼给长辈。那我们的中秋佳节快到了，那也相信呢，可以透过这个中秋佳节的关怀礼的这个抛砖引玉的部分，可以得到呢更多社会大众的一个支持跟温暖哦。那目前呢，其实目前在整个环境的影响之下，我们的中秋关怀礼目前呢，全台还有上缺6成，也是很诚挚的邀请，可以有更多的爱心朋友们可以呢来去将这份温暖送给长辈。华山基金会伫全国各县市成立将近400个爱心天使站，服务将近3万名山西长者，为因提供年岁关怀、陪同就医、物资协助以及促进社会参与等服务，精心照顾长辈，得到社会大众的肯定。基金会也欢迎认同因照顾理念的朋友，做伙加入爱心的行列。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今日热的天，会当找一个所在，甲好朋友啉一杯冰凉饮料，一定足爽快。为伫家人七岛有一间店，不但环境优雅，头家竟利用家己所种的各种芳草，调出真侪外口啉袂到的饮料，不止鸡喙搭，佮天然养生，推荐互你知。走进一片香草药草园，映入眼帘的就是山茶坊。这间隐士在七堵马林里面的咖啡厅，有着优雅的环境，也是身兼基隆市休闲农业发展协会理事长、基隆市议员张耿辉，平常最喜欢和里长们聊天兼开会，处理地方服务事项的地方。我们马林地区的各休闲农业场所，因为就是位于郊区，而且郊区附近都是森林、深山甚至可以爬山的地方。里面也分多金也比较多虽然说疫情刚过，然后渐渐现在有稍一点微温来讲的话，我想，我们这边马林地区的休闲农业，包括有那地区的休闲农业场所，适合我们基隆市的市民跟一个户外一个交友的一个地方，可以来这边聊谈一些心事然后喝个下午茶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地方耿辉也在这边呼吁。不妨剩下暑假剩不到1个月的期间，希望可以带着你的家属到我们基隆市的各休闲农业场所去郊游一下，去踏青一下。桃李尘嚣这边实在是安静可以放松心情然后好山好水。喝者业者利用自家香草药草园区种植培育，强调天然、野生、无毒的各类香草以及药草，特调出来的苹果紫苏冰沙、肉桂露咖啡以及鱼腥草煎茶等各项冷热饮品，既消暑又养生。现在的人呢，讲求慢活跟养生，那我们很多东西呢，就以无毒、有机。自然农法的方式下去栽种培育，那主要呢，我咖啡厅这里呢，就是用一些我们用自然农法培育的紫苏、鱼腥草、叶下珠，对，那我们来做一些我们的养生饮品。那我们养生饮品里面呢，我们也有用紫苏醋、紫苏苹果冰沙、鱼腥草茶、叶下珠茶、金银花茶之类种种很多的东西下去搭配。历经前几年新冠肺炎疫情严酷的试炼，山茶坊依靠自己的特色和努力存活下来。因此，马林地区的地方里长更希望市政府可以协助当地餐厅以及咖啡厅业者们，结合地方特色地景来协助发展观光，重新带动马林地区的商机。因为疫情的关系，已经收掉好多家餐厅了我是希望说，我们政府在
那个市府在这一方面可以继续的推观光休闲。毕竟我们马林休闲农业区好山好水，也呼吁我们所有的那个在地乡亲或是那个所有的市民朋友们，有空大家吸朋引伴，一起来我们马林休闲农业区多多吸收我们这边的芬多精，舒畅身心。四周的环境能够整理一个干净一点，才可以吸引外来客。所以我这附近还有一个狮头山那狮头山常常有人来爬山来游玩。如果说我们环境能整理干净清洁，大家都会很乐意的进来山茶坊业者指出，他们家的肉桂露咖啡用的肉桂露是用清华肉桂蒸馏出来，比起一般肉桂粉用来调配咖啡更加香醇。欢迎民众和3、5好友来品尝特色饮品，享受快意人生。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台积电伫高雄南子厂区目前正积极兴建，不过整地过程挖到一个微波段，判定是日本时代大校准。对此，负责污染处理的李长就表示，因也曾经伫8公尺深的厂区挖到规个坚固的地基。大大的炸弹就放在工地偏远的位置，没人敢靠近。台积电未来用地的中油炼油厂西区日前发现一枚重达1000磅的未爆弹，经过警方及军方到场确认，炸弹不具隐性，判断没有危险性。已在第一时间通知警察局后进派出所，并由派出所协助通知军方未爆弹处理小组，将疑似的未爆弹移除处理。据了解，高雄炼油厂以前为日本海军第6燃料厂，推测可能是在日据时代美军轰炸当时遗留的未爆弹。目前未爆弹在昨日移除后，整治工程仍持续进行中，不影响工进。负责台积电高污土壤处理的刘银莲里长表示，台积电厂区过去是中油炼油厂，前身更是日据时期的日本油库。开挖过程中挖到各时期的油管管线不足为奇，还曾挖到超坚固的地基。那所有的厂商在开始挖到8米深的时候，这里面有很多，比如说那些结构非常非常的坚硬。我看它那个钢筋大概都是2、3英寸以上所以那个是很不，我们用那个怪手一直挖的话是真的是很困难的然后里面有很多管路非常大的管路。里长更透露，整个台积电厂区高污土壤处理本身就是一场挑战全台环保处理技术的工程。全厂区共180公顷，高污土壤经过热脱、水洗或灌药等方法，成为再生土壤。最后有一个到砖窑制砖厂，那把它烧掉，因为这个制砖厂的话，它高度可以达到1600度的度 C 那里面的苯油都会挥发掉，都会烧掉，而且戴欧辛也不会产生，所以目前到后来的话，有好几个面向，那个土不用添回去，土有可以添回去，做完以后了。高雄市政府看中中油炼油厂旧厂区的绝佳地理位置，而邀请台积电进驻，倾尽全力挑战高污土壤整治。由台积电工程进度来看，似乎是已经成功。记者张世明、吴佩珊高雄报道。新北市动保处日前办理动物保护小小兵活动，邀请艺人许绍恩甲兽医师来代言。希望借着宠物的温暖，和厝内有发展较慢的幼儿家庭上大支持甲鼓励。新北市动保处特别在暑假期间办理暑假慢飞天使动保小小兵活动，希望提供慢飞天使们与动物互动学习的机会。新北市农业局代理局长陈习辉、富邦综合证券副总经理苏美秀、艺人小 S 二女儿李李许绍恩更化身成为动保爱心大使。我们新北市首创的毛百倍生命教育园区。那我们每一年针对我们的这个园区里面呢，办了多年的我们动保小小兵的活动。那这一次透过暑期的时候，跟我们协会这边来促办了这一次的慢飞天使的动保小小兵
那我们借由我们园区里面的我们毛宝贝，那很多的小兵到我们园区里面最喜欢做的2件事情，一个就是在做铲屎官，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喂养。那这2项工作当中的话，其实很容易让我们小兵这边他能克服畏惧，那也了解到我们的毛宝贝的习性，来增加这个双方互动情形，甚至于呢，它可以减少焦虑哈，那也可以我们提点出这个快乐的这一个氛围上出来。现场在暑期慢飞天使动保小兵课程志工的团队引导之下，透过简单的道具、口语以及肢体表演，让穿上可爱小兵黄色围裙的天使们尝试抚摸狗医生多比黑优，学习体验带狗散步，借由引导慢飞天使们学习亲近毛宝贝，让他们能够有正确对待毛宝贝的观念。同时希望当天的活动让孩子们学会爱与付出，享受与毛宝贝互动的开心与疗愈。我们动保小兵的活动其实已经运作很多年了。那像今年我们当然跟慢飞天使这边来合作这样子。那其实有任何团体或者是任何学校，有这个专属的课题，我们也欢迎我们一起来搭配。那我们所有的这个教育的课程都是配合这个我们专业的这个的导师部分，然后呢，针对任何的一个比较特殊性的部分来提出这个教案。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教育的成果应该会非常具体跟丰硕的。农业局代理局长陈锡辉表示，动物辅助治疗是加入动物参与的一种疗愈方式，在欧美已经有30多年的经验。研究报告指出，动物辅助治疗对社交沟通能力缺失的儿童有正面效果。经过临床实施辅助治疗之后，儿童在社交行为及沟通能力上都有明显的进步。记者根基新北采访报道。感谢收看9月4日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